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係新一期毛毛嘅大眾占卜啦。咁咧，今次咧嘅題目係關於咧你嘅使命係乜嘢？你嘅使命係咩吓？咁喺呢個題目之下咧，可能你會覺得哇，好似好誇張咁喎，係咪講到人生使命咧？咁樣可能你有諗過呢個問題啦，大家都覺得人生咁長，係咪真係有一個使命喺度㗎？咁樣，其實喺身心靈嘅角度咧，通常咧人生使命咧就係我哋感覺到熱情嘅一方面。如果你感覺到熱情咧，你就會向呢個熱情去追尋啦。咁你就會比較手到拿來啦。不過亦都要經過不斷咁樣練習啦嚇。咁呢樣嘢咧，可能就成為你嘅工作都唔定嘅。又或者咧，就算唔係工作，但係會成為日後咧你將佢幫人啊，或者傳授你嘅經驗俾其他人，呢個咧就係你嘅使命啦。咁今日睇下4個答案啦，由左手邊大家見到粉晶啦，跟住月亮石啦，跟住黑曜石啦，呢個黑曜石嚟嘅，跟住仲有最後一個咧就係紫晶，係啦，4個答案可以咧讓自己去一個放鬆平靜嘅狀態啦，感受下邊粒水晶或者邊一張牌咧，你係會比較有感覺嘅，係啦，4個答案，粉晶、月亮石、黑曜石同埋紫晶。好，咁開始解讀啦吓，睇下粉晶嘅答案先。咁咧會有一套牌啊，我抽咗2隻牌嘅。咁粉晶呢個答案咧，分別咧就係左手邊咧 share your gift 啦，右手邊咧就係會反而係一個信息嚟嘅。右手邊係啦，左手邊係叫咗個答案啦，右手邊咧就係個信息咁樣。咁關於呢一個答案咧，我會覺得咧呢個圖中咧係指喺其他嘅國家嗰度咧 share your gift 嘅，係啦。咁你好明顯見到咧牌中咧就係一啲異國嘅風情啦咁樣，所以咧我會覺得揀呢個答案嘅朋友仔咧，你嘅人生使命咧，或者你好熱情嘅地方咧，就係外遊嘅，去第二度嘅。所以咧，其實你好適合嘅工種咧，例如旅遊啦，或者你份工要成日出差噶啦。咁旅遊包括可能你係領隊啊、導遊啊，甚至乎你係空中服務員啊，又或者你要同其他國家做貿易啊、做生意嘅嚇。個重點就係咧，你會同人分享嘢嘅，分享禮物，例如真係分享你嘅產品啦，又或者分享你嘅服務啊，之類咁樣嘅嚇。咁呢一個答案嘅朋友，即係其實有咩要注意咧？咩信息咧？其實如果你真係咧想邁向呢方面，或者你已經做緊呢方面咧，其實咧你要無所畏懼，呢度講緊嚇，無所畏懼咧。如果出得呢隻牌咧，一般嚟講咧，其實而家可能唔係好夠勇氣啊、信心嗰啲嘢嘅，係啦，咁所以出呢隻牌鼓勵你嘅嚇。睇下邊啲字講，以敞開堅毅的內在面對所有的困難，迎接屬於自己的朝陽，肯定自己的力量，係啦，要俾自己多啲肯定、多啲信心咁樣嚇。咁通過用咩方法咧？呢度就冇時間詳細講啦。咁不過大家先係攞咗個咁嘅信息先，係有個頭緒先。好，睇第二個答案啦。第二個答案咧會係月亮石嘅答案啦，白色嘅月亮石啦嚇，都幾多朋友最揀呢個答案㗎，即係喺我自己嗰邊啊。好，呢個答案咧就係好得意、好明顯嘅呢個答案啦。因為咧見到呢個妹妹咧就去抄翻個小提琴出嚟喎嚇。We came your art 嚇，好似抄翻出嚟咁樣啦，呢度講緊抄翻出嚟啦。要琴高啊，收埋咗好耐噶啦。咁所以你可以諗翻咧，你自己以前咧會唔會係對真係音樂啦講緊，又或者係藝術嘅嘢咧係好有興趣嘅嚇？有抽咗呢個答案嘅朋友仔同我講咧話以前真係學音樂嘅嚇。咁但係你知都唔係話好多人會最終用咗音樂嚟做職業噶嘛嚇。咁後尾就冇咗啦，埋沒咗啦咁樣。咁所以咧都可以諗翻自己當初或者而家有冇呢啲興趣嘅，係啦。咁唔係話代表你而家即刻係咪要辭一份工就去做音樂，咁又未必。不過咧可以係業餘啦，去培養呢個興趣啦，或者繼續呢件事啦嚇。咁我哋睇下信息嗰度點講啊，好冇？信息啊，神聖之光。咁好有意思啊，真係好配合呢個答案。神聖之光咧就話連結翻神聖之光啦，咁就重整翻身心靈，回到光嘅源頭嘅，係啊，要去翻源頭，好明顯嗰樣要去翻源頭。所以咧，你可以諗翻回憶翻或者去平靜嘅狀態嘅時候，去翻就真係個感覺會出翻嚟啦，係啦。究竟初心係乜嘢嚇？仲有冇呢個係？仲有呢個初心熱情，會唔會因為現實而去埋沒咗咁樣咯嚇？留意翻。好，睇下第3個答案啦。第3個答案咧。
黑曜石嘅朋友仔嘅。黑曜石嘅朋友抽咩牌先？黑曜石呢個咧，你會見到，好有趣喎！究竟係代表緊咩工種咧嚇？Change the scenery 咁樣。咁呢個咧，我嘅占卜咧，我會解作咧，其實佢係關於咧室內也好，室外也好都得嘅，就係一啲工程啊、裝飾啊或者修葺啊、優化嘅嘢，係啦，就係呢個答案仔嘅朋友仔嘅最熱誠嘅地方嚟嘅，係啦。如果一路落去咧，你真係做呢行啊，或者係練習啊、苦練啊，其實會成為你嘅使命嘅咁樣。咁而我自己本身都真係有朋友仔抽咗啦，話俾我聽啦，或者問我啦，咁我都同佢傾啦，都真係咧係不嬲有呢個咁嘅興趣咁嘅心願嘅，但係礙於可能我冇讀呢科啦，又或者佢係女仔啦咁樣其實即係啦，男仔女仔其實都可以接觸翻相關嘅行業嘅或者興趣啊，唔好浪費咗自己個熱情嘅使命啊咁樣。咁睇下佢個信息係咩啊？信息就係開創者嚇。呢一牌就話咧，打破人我之間的界線，敞開心去落實個人的想法。咁咧，如果你去咧發展呢個興趣或者做呢個行業咧，其實咧呢個鼓勵你咧係可以多啲表達自己嘅嚇，然後咧有機會咧係可以去到執行自己嘅想法咯。咁咧就你會得到真正嘅滿足感，或者係真正係實行到呢個使命啊，幫到人係啦，唔好話收埋咗係啦。咁到時你就會噶啦，其實係啦。如果呢個熱情擺咗嗰度，其實你就會噶啦。好，我哋睇下拉斯嘅答案。拉斯答案咧就係紫晶啦。紫晶嘅朋友仔有冇人揀紫晶咧？紫晶咧就好自然不同喎，同頭先啲答案啊。因為你開出嚟咧，你可能根本從呢一排你係估唔到佢做乜嘅，係咪先？估唔到嗰啲係咩熱情咩職業，估唔到啊。toxic detox 咁啊。呢個咧講排毒啦，其實咧我會將佢解作咧係身體或者你嘅心靈嚇，先身體先啦。如果身體咧相關嘅行業，可能你真係醫療啦、美容啦、營養啦、健康嘅或者健身嘅或者保健嘅產品啊咁樣，都會係呢隻牌嘅，係啦。其實呢個係你好大熱誠嚟嘅，即係有機會可以去發展佢嘅。亦都有可能係心靈上嘅嚇，心靈上都需要排毒噶嘛嚇。心靈上就例如好似我哋呢啲咁行業啦，係啦，或者宗教上咁就係心靈方面嘅排毒啦咁樣。咁要克服咩嘢啊？睇下個信息先啊，睇下信息先。大地勇者嚇呢個咧就真係有嘢克服啦，叫你要克服困難嘅。點解咧？佢話以不畏艱難的特質嚇，面對克服所處的困境，接受嚟自上天的祝福，即係呢個係唔容易嘅。如果你而家喺呢行或者係想發展呢行，因為我相信你都唔容易嘅，因為我頭先所講以上呢啲嘢咧，有時第一時間去令人接收嗰個新嘅觀念係唔容易嘅。譬如我頭先講嘅，你譬如做保健嘅嘢嘅咁樣，咁但係可能第一刻對方客人係會懷疑喂得唔得㗎呢樣嘢係嘛？會懷疑咗先。或者要聽好多數據啊，或者要時間啊咁樣咯，係啦，未必第一時間接收到你觀念先嘅嚇，因為通常都會係牽涉到好多新觀念啊，其實嚇。咁譬如頭先講我哋心靈嘅排毒都係啦，係嘛？咁可能客人都係第一個時間，其實準唔準㗎？哦，係喎，上 YouTube 玩下先，咁試下我啲大陸占卜先咁樣，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咯，係啦，或者呢樣嘢係咪真係有咩支持，有咩數據支持啊？即係如果理性嘅人有咩數據支持啊？咁，但係咧可能到佢迷失嘅時候咧，佢就唔使支持啦，佢就會嘗試啦咁樣咯。咁所以呢一個熱情啊，呢一個行業咧就係要克服困難啦，係啦，克服困難咁同埋要接收嚟自上天嘅祝福，係啦。好，咁今日嘅占卜嚟到呢度啦吓，咁希望大家中意啦，咁記得訂閱啦、subscribe 啦，就按讚啦、分享啦、留言啦咁樣吓，咁我哋下一期見啦，多謝晒，拜拜。